乡亲早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昨暗时元宵，台南咸水的蜂仔炮昨暗的活动上届闹热，主炮声放2万支炮，现场人阵点一点是吵。也毋过现场嘛传出上报有12个人，互炮火去弹着伤。风炮规个车赛愈炸愈旺，民众心情行愈来愈嗨。因着新桥辽景的路线慢跑执法，摆脱疫情3年来阴影，今年咸水风炮活动全面解封，现场差不多20万人来体验风炮的刺激。咸水谷中有4座主炮城，每一座拢有200万支炮啊，一座线一座下出来，搁再搭配高空烟火加瀑布烟火。我们4座主炮城每一座大概将近200万发，所以这个光是4座主炮城打完风炮就已经天昏地暗了。但是其实大家就是过年讨个吉利嘛，讨个热闹。民众若想要体验风炮的刺激，就要有面镜全罩式安全帽啊，颔棍爱为密集的单面棍，穿长枪较高的密集的衫裤，唔通穿羽毛衫或者是塑胶护板，确保安全。一直到随5暗9点，至少有12人被炸伤。那炮真的太凶猛了，比一般的炮还凶猛。有桃园来的民众头皮被炸伤，有13岁少年被风炮射入目睭。另外一位伤势较严重的查甫人，敢若是心情无好，只敢若穿一般的衫裤就冲入去炮店内面，规身躯2度烧伤。也有市员安全帽面挂无扛起来，炮啊射入去。风炮点起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到，然后没有把盖子盖起来。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只有弹到额头上面之后再往下一点，就会非常严重。虽然每年拢有传出意外，但过一年一变的在地盛事闹热滚滚，真侪游客是算无够贵，烧招马年要过来。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是让23档，搁到台北举办，注定伫昨暗点到。虽讲昨暗台北日落雨，但过也是有侪民众也雨伞去看花灯。根据台北市政府的统计，到昨暗9点，已经有超过50万人去参观。3、2、1，开动！第34届台湾灯会，登记自2月初5到2月19，总共15天。礼拜元宵节暗时，总统蔡英文伫国父纪念馆中央灯区主持开灯仪式。今天我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点灯的仪式，希望新的一年从中央到地方不分党派团结合作，一起回应人民的需求，共同为台湾来努力。相信一定能够众志成城，团结共好。也祝福大家元宵节快乐。今年注定玉兔撞彩，搁再回归新秀的造型，由艺术家李明道制作。原22公尺穿太空衫的玉兔科技注定，展现出甲以往无同的声光加视觉的效果。用玉兔夜光吉祥，撞彩光辉明亮，象征台湾将会继续伫国际上展现实力。在元宵佳节，我们让全台北亮了起来，来传递新春到来的喜悦。现场邀请几多组国际表演团队，一个台湾在地团队轮流展演，结合观光、科技、文化加艺术，希望让民众感受台湾的美好。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昨暗开幕，这届的主灯是放伫国父纪念馆。为着要预防人伤济发生烧烟、烧气意外，主办单位嘛特别注意人阵的管制，伫主灯区冇管制出入的人数。开灯！新馆22公尺的科技拖伫国父纪念馆空场，配着音乐家灯光的表演。大大目睭真引人注意。2023年台湾灯会伫台北，除了主灯，也配合4大灯区。伫元宵节下晡就开始有游行的活动，主舞台区有表演的团体接力到店来庆元宵。我们整个展区非常的辽阔，从101市府前，一直到国父纪念馆、忠孝东路，延伸到东区商圈。很高兴啊！开心。很开心。23年前你有来看吗？有，对啊，很棒啊，我们都有来。因为趁这个时候过来一下，稍微看一下，这样就好了。
继23年了后，台湾灯会佫转来台北，也引起真侪台北人的回忆。元宵节暗时，灯会正式来开幕，就惊人伤多伤集中。7点单位讲，伫国父纪念馆7个出入口拢有人流的监控设备，会用人体骨架来计算，袂牵涉个人的私密。以每平方公尺上水徛3个人计算，总容纳量大约是21万人。严格若是达到8成半，就来启动相关的说法。达到80%之后呢，我们会启动一些因应的机制。比如说会开始控管这个人流去这个劝导民众就是转往其他灯区，或者是暂时不要进入博物馆这个灯区。辖区的信义分局也规划部署警力，提醒民众伫灯会期间，国父纪念馆、市政府甲乡体大道周边袂使骑脚踏车。主办单位呼吁赏灯的民众会使坐大众运输工具。一旦现场人流达到9成，捷运也计站无停，暂时袂停国父纪念馆站。记者综合报道。同时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有锋面通过，全台湾拢有机会会落雨，尤其是北部甲东北部雨会落较粗。咱同时来看温度，受锋面的影响，今日早起北台湾水气有较高，气象局即马有针对基隆北海岸发布大雨特报。若温度嘛较低。北部的温度大约是16度至20度。这礼拜因为锋面加上东北季风，北台湾基本上拢是湿湿个冷冷的天气，只有拜四到礼拜日这2天较好天尔。另外，伫中南部今仔日嘛有机会会落雨，拜日开始就会变较好天。严格中南部早暗的温差有较大。这礼拜天气变化嘛有较紧，而且嘛较大，提醒乡亲要注意。继续关心疫情，咱国内疫情伫春节过后有升悬的趋势，甚至伫顶礼拜佫有一日超过3万例。所以疫情指挥中心即马嘛一直观察疫情的趋势，嘛咧评估医疗量能，所以暂时无要放令第2阶段的催暗令，讲会佫观察一段时间。解除禁令了后的过年，人是南北来去去，疫情真受到关心。国内伫元宵节新增加22,594例本土病例，中重症161例，确诊个案内底新增加73人死亡。虽然这天病例数比顶礼拜减少，不过回顾过去一礼拜，比前一礼拜同期病例数增加3成外。指挥中心会密切观察疫情的发展，来研议催暗进一步放松的做法。主要可能要观察3个因素，第一个是疫情的下降。那第二个就是看整个医疗量能的紧绷的部分有没有解除。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各部会的一个有关口罩令解除的一些相关配套措施。有医师认为，农历过年自花团圆出国顶，造成这波疫情升悬，大约2礼拜来就落来。因这阵民众自然感染过 BA.5 甲疫苗交叉形成群体保护力，和病例数未冲伤悬，一直到有新的变异株进入台湾，才有可能再有一波规模较大的感染。对脆弱族群的一个监测，免得说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没办法得到抗病毒口服药物，或者说因为那不慎遭到感染，后面会有更严重的重症或有后遗症那这些其实都要进一步有配套措施。医师讲，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即阵无亲像疫情初期致死率较悬，不过也无到流感的阶段。每一摆变异株进入，拢也是会互脆弱族群性命带来威胁。按照时间来做成疫苗甲验苗来监测病毒株，依然是即阵必要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再加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第一头报。佛光山宗教领袖、国际佛光会创办人星云法师，昨昏下晡过身，享其寿97岁。星云法师伫1967年创立佛光山，伊一世人拢在提倡人间佛法。伊讲生活就是修佛，互台湾的佛教行出传统的约束，嘛伫台湾的佛教史上创下开创性的地位。来关心中国时报。电信市场顶洗牌龙头阵的保卫战已经开始拍。中华电信即马是要调降5G的费用，卖增加免费 WiFi 的热点。因为大哥大也阁有湾团2大电信公司进前甲北京公司合并案，2个拢通过啊，所以中华电信即马是赶紧出手，要调整5G的费用，要主动应战。来关心自由时报。彭博社有表示，国际半导体大厂去年业绩拢稀累累，也佮亚洲2大半导体公司，咱的台积电也佮韩国的三星，都用更较歪的手段来度过这个考验，即嘛是正做半导体业界的新霸主。
继续关心美国有出动 F-22的战斗机伫大西洋加一粒，那亲像是中国的侦察气球甲拍落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伫即马伊原本是要伫中国访问，也毋过这个行程即马嘛已经暂时冻点。专家是分析讲，中国这侦察可能是透过侦察气球，因为这侦察气球会当收集到更较侪情报，会比侦察卫星收的物件也更较侪。战机飞过天顶，拍落侦察龟龟就往地面落落来。美国当地测试下晡，当局出动 F-22战机伫大西洋空中拍落一粒疑似中国的侦察龟龟。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才伊就知影有一粒龟龟，慢慢要求国防部赶紧拍落来。They decided, without doing damage to anyone on the ground, they decided that the best time to do that was we got over water outside within 12-mile limit. They successfully took it down. 为了拍落龟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一度关闭南卡罗来纳州甲北卡罗来纳州在机场差不多2点钟耽误真侪航班。而侦察龟龟出现，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周末要去访问中国的行程嘛暂停。中国嘛发布声明，表示已经甲美国讲是民用的飞艇，意外飞入美国境内，说互美国拍落来，批评美国违反国际惯例。不过，军事专家认为，这可能就是中国的目的，想要借出来观察美国的态度，甲表达不满。Because it's a balloon, it can act with a certain impunity in this sense and has this plausible deniability, saying that it's a weather balloon. And I think the statement that they were trying to make is that they are not okay with the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is closenes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前中情局分析员哈尔特认为，有时阵透过侦察龟龟会当收集到的情报，会比侦察卫星更较侪，会能测试美国应对枪声行为，计算美国军事准备的时间。而除了这粒龟龟，还有另外一粒中国侦察龟龟，当咧通过来自美洲。中美洲国家哥斯达黎加已经证实，有民众伫首都圣荷西看到真小型的龟龟飞过国内的空中，不过龟龟无消息，嘛无坠落。目前未展开进一步的调查。国际新闻台是童朋友。中国的高空气球这粒鸡龟也是飞去美国，引起真侪讨论。高空气球上早是主要用伫气象的研究，或者探空气球，除了会当接收地面的资料甲数据，嘛会当飞去大气层，也是对流层，会当侦查温度、湿度，也是风速。不过后来有发展做军事用途。学者是表示讲，这款探空气球的鸡龟仔成本有较低，若中国军方伫这几年嘛积极咧发展这款物件。3、2、1。白色的气球装着氢气，真紧飞上天顶。最近高空气球引发中美紧张的情势。其实气球功用真多，50年代北送接送团弹甲物资到对岸。空军气象连队绿岛探空分队的这个探空气球，会收集温度、湿度这数字，伫演训的时阵会用到。它如果不知道结冰的高度，甚至它会造成我们的发动机就卡住结冰等等。高空气球用探测大气环境的现象，也渐渐变做战场经营的一部分。尤其强军科技研发团队一直研发更加大型、飞行高度更加高的气球，也有侦察的功能。去年有民众随摆看到中国高空气球飞过台湾的上空，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讲，几年前做飞行员时就看过。那我有看到，那大概像大巴士、大客车那么大吧？那个下面有驮一个东西。那我们叫报方位，它的高度，它判断高度都蛮高的哦，大概都1万公尺以上哦。你拿飞弹去击落一个气球，算是4倍公办。张彦廷讲，探空侦察气球会收集一寡地面的参数，虽然功能无度比着卫星，不过造价相对是较俗。学者讲，中共积极运用像是无人机、探空气球这载具，计效比该拍落来飞弹也较低，真适合战场的运用。它的成本是很低，而且因为它这个飘在空中嘛，它以太阳能的方式让它持续不断的在这个高空中执行这个它所谓的这个大气这个探测相关的任务，只是它的确可能在这个区域它这个移动这个控制能力是比较低的。有学者认为，探空气球会收集的数据有限，美国这摆决定该拍落来，应该是政治考虑比军事较大。国防部讲，对着台海周边航空飞行器，包含空飘气球，国军运用联合情报监管机制，拢有掌握，并且看这个威胁的程度，应变来反制。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俄乌战争，乌克兰有要求西方的国家提供武器。即马唔拿德国甲加拿大，是葡萄牙也答应讲要提供战车予乌克兰来援助乌克兰。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对外表示，因即马伫乌东前线的战争是愈来愈硬斗。共建着破一个大坑，真明显受到炮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伫当地测试受到攻击。对于特别满一冬的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东前线的战事是愈来愈加难了。За 346 днів такої війни мені часто доводилося говорити, що ситуація на фронті жорстка і що ситуація стає жорсткіше. Зараз знов такий час, коли окупант кидає все більше і більше своїх сил на те, щоб зламати наш захист. Зараз дуже важко. 为了援助乌克兰，伫德国甲加拿大了后，各欧洲国家葡萄牙答应支援乌克兰百二战车。虽然无明白说明会支援偌济台，也毋过葡萄牙总理科斯塔表示，会伫适当的时机公布援助的数量。另外，真侪民众烦恼，乌克兰会利用欧美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的领土。对出德国总理肖兹嘛，伫接受国内媒体周日卫报的访问的时阵，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要用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本土。也毋过乌克兰的城市敖德萨因为互攻击真侪届，制造变电站，测试熊熊发生火灾，造成将近50万人无电通用。Обладнання, яке сьогодні вийшло з ладу, воно також постраждало декілька разів під час атак. Ми його відновлювали і, на жаль, його фізичний ресурс добіг свого кінця. 虽然真侪国家已经对俄罗斯制裁，也毋过中国国营国防工业公司所有权提供导航设备、监照科技、甲战机零件，予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公司。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进一步撤销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政府时期各战政治人物的乌克兰公民身份，避免国内受到俄罗斯影响。国际新闻台是唐平约。来关心巴基斯坦前总统穆夏拉夫过身，伊食到79岁。伊伫1999年无老血政变摕到政权，统治巴基斯坦要活10年。美国9月事件了后，伊是华府上界重要的盟友，甲美国同齐对抗恐怖组织。若伊执政的时，矛盾甲伊意见无同的异己分子，伊嘛捌讲过，宪法只是一张会当弹掉的纸。巴基斯坦媒体找过报道，事情上将79岁穆夏拉夫以流亡身份住伫杜拜，破病真久了过身。巴国的军方媒体发声明讲，军事首长对将军不幸过身表达哀悼。一般美国间谍组织也有其他激进伊斯兰分子至少3遍的暗杀。美国911事件了，伊是华府上重要的盟友。To b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o fight terrorism in all its forms, wherever it exists. 以前美军自巴基斯坦境内秘密基地操作无人机，造成几多千人死亡，也下令军队建立甲阿富汗小姐无受法律控制部落地区，是巴国第一遍。不过也互巴基斯坦建立一场对抗本土极端主义武装分子的血腥战争。伫2006年一本会议录内面伊讲，若是当时无甲美国革命，巴基斯坦将会被早转去到石器时代。伊也成功游说迄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希对巴国提供资金。不过军队强大情报单位又按甲塔利班一个间谍组织交结，一个支持叛乱分子伫阿富汗对抗美军。穆夏拉夫伫1999年无老血政变夺权。执政的时阵，国家经济快速成长，甲自由价值观引入保守的伊斯兰社会，推动保障妇女权益的立法。新闻频道命名也是第一遍，伊驾驭雪茄甲威士忌，希望穆斯林采取开明节制生活方式。世界银行讲，伊执政期间，外国投资正旺，巴国的年经济增长率7.5%，是30年来上悬。पाकिस्तान में रोजगार था, गरीब अवाम जो है वो बरसरे रोजगार थी और ज़रूरी अशिया जो है。不过，伫咧伊执政的尾期是愈来愈专制。2007年下令攻击伊斯兰马巴德一座清真寺，造成100多位要求实施伊斯兰律法的学生死亡。也造成出新的激进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造成的动荡到即马拢也未停来。当年穆夏拉夫伫咧争议中连任，宣誓就职了实施紧急状态，寻求继续执政。伊捌讲，宪法只是一张会当弹掉的纸，伫大规模的抗议、国会弹劾的压力之下才实质。要想要伫咧政坛国东山再起无成功，2016年核准出国就医，将主角流亡伫咧杜拜。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该想请咱同齐来看世界。面对中国的威胁，规模上大的菲律宾甲美国的联合军演，4月份的时会伫瓦兰台湾的菲律宾的岛屿来举行。日本媒体即嘛报讲，这个计划有可能嘛包括伫日本的第一岛链部署中程的飞弹。那美国即嘛当在问日本的意愿。来关心日本的共同社有报讲，台湾和日本的执政党打算要举办2党外交加国防2+2的会议。那这个会议之前嘛捌举办过，不过拢是用视讯会议。这届有可能会改用实体会议，地点有可能就伫咱台湾。来关心巴基斯坦伫今仔日佮传出爆炸，根据报道，上报有5个人受伤。这是巴基斯坦过去1礼拜来第4件重大爆炸案。当地媒体嘛报讲，西部城市魁达的军营也佮有警察总局附近发生爆炸，而且有1人受伤。来关心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有警告讲，根据因掌握的证据甲情报，习近平有可能已经下令要伫2027年进前做好拍台湾的准备，嘛呼吁咱台湾爱惜之。那顶一日嘛发现中国的军舰出现伫所有的外海，台美的军舰嘛有对咧后壁咧监控。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6300公尺的中共歼机注意，你已进入 ADIZ。共军一直了台，咱国防部最高公布，侦获强机6台次，强舰4台次，继续伫咧台海周边活动。昨日也有民众翕到共军的飞弹护卫舰滨州号伫咧咱宜兰所外海出现，后壁毋但是有咱方的海军基地级的驱逐舰伫咧地，也有美军的一台康迪德罗加级的巡洋舰。台美的舰艇敢若是包夹监控共军舰艇的动态。台湾的船舰在尾随中共进行这个监控，那美军的这个巡洋舰也是在另外一侧，这舰首也是指向同样的方向，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一种默契，来作为一种协防的这种做法。面对中国的军事动作，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伯恩斯昨日提醒讲，无应该低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武力犯台野心，而且对俄战争内面吸取教训。CIA 的情报显示，讲台时间点是2027年进前。We know as a matter of intelligence that he's instructed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o be ready by 2027 to conduct a successful invasion. Now that does not mean that he's decided to conduct an invasion in 2027 or any other year, but it's a reminder of the seriousness of his focus and his ambition. 伯恩斯讲会继续协助台湾有自卫能力，阻挡中国犯台。这么台海的情势，各界拢正关心。随时伫咧印尼召开的第32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外长会议，会后发联合声明，再度对台海情势表达关切的立场。咱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加肯定。记者综合报道。前线直接看来关心新北市有一个富人人，第七三暗暝时是骑奥多摆载一对双生仔伫平溪，要去看元宵灯会嘛去弄，不过无细致去弄到新北市外包厂商搭伫路边元宵节活动要用的饼仔，那这个富人人当场过往，家属是指控讲伫现场是无做好警示。新北市政府即马是表示，因已经有赶紧补强嘛未推卸事故的责任。那检方即马目前正在侦办。设置行主顶筹备工作结束，平溪天定节伫元宵节登场，暗过开幕进前却传出意外。救护车赶紧要来救人，有一个富人人骑车往天顶活动布旁倒地了后受重伤，送医不幸身亡。骑士严重受伤，同车幼童也有擦伤。骑士经送医抢救，于晚间仍不治。现场有封锁线建设人员的采证，通知厂商交还说明。死亡车祸发生在初三暗时6点外，45岁姓郑妈妈载一对双生后生到平溪佚佗，骑车倒来中途，经过台二丙线，其后磅空头前凶弄到布旁，当场就失去喘气甲心跳。一个小盏的灯在那边闪，路障交通锥都没有。起雾什么的，骑车根本就看不到，连去救援的那个车，他都说他也差点撞到。
为天顶活动，新北管路局委外厂商设布棚，暗过加速心跳发射。布棚当地机车慢车道，现场无人咧顾，只有布棚下边挂红色警示灯，安全措施无够。视线较昏暗的时阵，根本是袂负反应，已经提高刑事告诉过失致死。除了就是说，原本就是我们有警示灯，这都有，原本就有了哈。那在昨天的话，我们利用交通队做一个渐进线的一个方式，那把距离拉长，然后呢再加一个叫做爆闪灯的东西，就是加强警示。已经布强现场警示，新北管路局也表示，专业提供家属协助指示，责任的归属，继续回应教育检方警办厂商是不是牵涉过失致死，加调查原因，爱去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有一个小姐，是顶礼拜时是杀红眼车，带伊3岁后生去寿山动物园看动物。这离开红眼车无偌久尔，雄雄就出现规定高山饲瓦来，甲这红眼车引导咧乌白超找物件，互人看落带一条。针对这点，动物园是表示讲，因伫现场有彩牌啊，有菜看板，嘛有广播，咧宣导民众，若是有炸食的物件，爱放伫卡板内底，唔通互高山看到，因为若是互高山看到，因会全部饲过来抢。13岁后生是高雄寿山动物园，彭小姐将皮包挂伫红眼车，避免高山来抢过用布砍掉咧。带囡仔离开红眼车无几秒，几只高山就来啊！凊彩变物件，佫将红眼车杀倒。已经有其他的路人经过，就爸爸这样子，然后他们靠近，想要把我拿回来，可是这猴子完全也不怕。代志发生伫初一，彭小姐真无奈。礼拜一下晡重回寿山动物园，有不少人挂塑胶袋啊，也佫互高山抢去。婴儿推车上，或者是一般游客入园的时候，都不要手提食物，也不要在上面挂任何跟食物有关的东西。塑胶袋也是一样，可能用一些衣服把它盖住，就不会让他看到。我觉得大人有照顾好小孩，应该就还 OK。大米高强村提供协会表示，寿山动物园原本就是台湾狗生态地，那进入园区都要有阵地塑胶袋啊，拢免放伫外口，才袂误认是食米。杀红眼车家长也唔通离开红眼车。那我们遇到猕猴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要去瞪视它，也不要去有攻击或骚扰的行为。那我们其实是可以在寿山这边做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猕猴的观察基地。动物园回应高山抢物件这个状况发生真侪摆，唔免惊吓，因为因的目标是食物未伤害人类。园区内底已经设定点看板甲广播提醒，未来若是高山数量增加，也增加广播提醒游客注意。记者综合报道。伫顶礼拜六暗，台南新市一大拍远的莲仔工厂发生大火。那莲仔烧气的臭味是传到高雄去，影响高雄的空气品质。高雄市政府嘛赶紧启动应变措施。除了台南、屏东嘛发生火灾，一栋登录做县内的历史建筑嘛导火。那导火的原因也在调查。大火将暗暝就甲光影下，初时暗时台南新市这无咧用的车轮工厂大火，60位消防队员现场灌救总算控制火势。不过市府提醒台南新市生活，连徛甚至高雄的阿莲、田寮、内门这所在空气可能遭受污染，民众塔门爱关起来。偏北风将污染物及异味带往本市，那造成本市有空气品质不良以及有异味的情况发生。那环保局也提醒市民朋友减少外出活动。初五透早，高雄无帮忙，有不少人反映闻到塑胶味。市府表示，因为台南大火烧的时间伤过长，烟尘飘到高雄，拖开条件无好，已经启动大型污染源检排，加强稽查。屏东人民总病院园区初五透早也传出大火，导火点是被列为历史建筑的正气楼，火势控制了，发现正气楼2楼厝顶全部受害气，好在无人伤亡，也无影响病院运作。官府无排除有人讲夜放火，已经请警方介入。大文跳伞部队的队史馆，然后因为它的架构也是一个日式结架构，所以我们当时也把它登录在我们13栋的历史建筑里面。正气楼伫民国110年登录做县内历史建筑。文作所表示，这摆受害去的建物内底无册，即存早期装修的时阵剩的茶壳、册架啊，这物件，会由官府全面来修好。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国内规模上大的占本水库欠水量已经剩23%，水利署最近有配合天气的条件，咧做人工催护，希望要争取更较侪水资源。经由中央气象局预报，初时暗时南水局发现占本水库集水区云渐渐高，也赶紧来进行人工净化作业，希望会使为集水区加入一寡雨。这是农历年假了后头一摆进行的人工的净化。正乌山头2个水库合计的蓄水量是1.67亿立方公尺，蓄水率为28.49%。南化水库的蓄水量大概是5495万立方公尺，蓄水率为61.5%。因为目前高屏溪流量逐渐下降，故北宋高雄北宋的水量已经逐渐调降了1万吨每天哦。台南对去年11月水情灯号已经转做黄灯，这阵水情依然是无好。而高雄地区甲过去30年同期高屏溪的水流量来比较，相关是相对较低，雨量也是近20-30年来上低。因过因为探沙来因应，水道又搁修经，这阵南部地区的供水是无问题。工业单位自主节水，这个部分是由工业局还有台南市政府去落实督导。那节水、农业节水灌溉、水库出水管控、水源跨区调度等，来因应后续南部地区公共用水需求。目前没有供水疑虑。高雄市政府建议经济部调整水情的灯号，提醒民众爱节约来用水。而台南地区也进行控化做法，包含民生用水暗时减压力用水，停止非必要用水。根据统计，到去年12月，台南大路的清洗、百花草植物回收水的平均使用量比2021年控化时阵增加2700吨。记者自鸿报道。今年过年休10天，10天休煞了后，就要面对为大人爱补班，有的囡仔爱补课，因为有的学生囡仔爱补课，亲像顶礼拜6就爱上班。也更有教育团体，即嘛是认为讲，学生囡仔伫补课日的学习的效果拢较歹，所以呼吁政府毋通为着要休年假休遮长，来影响学生的学习。看册吸收知识，真侪家长趁台北国际册展的最后一天，带囝来看册买册，现场人是热腾腾，因为拄过完10天的春节年假。毋过爱面对补班补课，因为未来228清明节这年假，学生爱连上6堂课，也引起学生是毋是连续6天学习的效果无好的讨论。也比较好安排活动。那一天补课，我相信不会对小孩造成太大负担。可以比较有完整的假期，就会觉得这个挪动跟牺牲是可以接受的。作业会累积在一起，然后到礼拜天的作业量就变比较大，然后礼拜一要上课，会觉得有点蛮累的。有教团体认为，学生连上6堂课，第6天补课日精神都无好，尤其有的学生因为拜6补课，拜日爱搁加补习班补课，实在真辛苦。补课的效果其实是不太好的，因为大部分补课的上课的时候都是上一些比较没有那么重要的课程，大家的状态也不是很好。原来补习班的课礼拜6挪到礼拜天来补课，那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学生，就是说他连续12天都在上课这样。全高三建议未来过年固定放7天就好，那国历新年、清明节、五一节、中秋节调整假期就好，其他节日建红则搁放假。因苏总处强调，年假应进行旅游，对疏解压力有帮助，会收集各方的意见做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休困时啊，清晨当看到有跑车伫北宜公路走山。顶个月底有一个52岁姓范的查甫人，就开这高级车伫遐，互警察查落来临检，发现讲伊的车牌是假的，警方即马已经甲伊移送法办。大朋友找我这里找吗？要找电话拿出来。那你没有找，我找回去。我找回去啊。回答警方的问题，这个查甫人向话是讲甲袂出来，因为这架车的车牌啊，明明已经去互扣掉。是安怎也有挂车牌啊？我就在虾皮那边就照我车号做了交代。真相代表，驶这架车的人承认讲，车牌啊是伫咧网络顶买，听到违反刑法，伊是惊一条。因为挂假的车牌啊驶去路里，去予警方移送侦办。驾驶人坦承原车牌于监理站吊扣期间，遂上网购置原牌号2面，以供继续行驶，另将全案依行使伪造特种文书罪嫌移请侦办。
民众呢还是不适合从这个网络上去购买不合法的这个车牌挂到车上去。如果有使用的话那就是要按照处罚条例那个3600元到10800的一个罚款。因为超速，车牌互扣掉。一个52岁姓范的查甫人，伤空伤芳去网络顶刻制化2张车牌甲原底车牌号码是一模一样，而且佫驶去路认。新北市警方顶个月2日，伫咧北宜公路执勤的时阵，发现这架车的车牌字母甲数字形体敢若怪怪，所以去甲伊临检。网络平台关键字一个查，规排看落有袂少业者伫咧替人刻制化车牌。虽然业者有写讲禁止伫咧公路使用，不过安尼公开咧卖仿的车牌敢有违法咧？卖家这边有知道说他是真的要拿去挂牌使用，然后那个卖家这边也同意的话，那其实就有可能就是说可以就是在证据上面就可以说明说他真的有这样子伪造的故意，以假乱真的方式可能会有就是触犯就是伪造这种刑法212条这个伪造特种文书罪这样子。若是去用查到交易的时阵，卖人知影，而且同意伫咧公路使用，律师表示，安尼可能涉及犯伪造特种公文书罪。嘛提醒民众，车牌一律是由公路监理机关发的，唔通乌白买来挂，避免违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南投立委补选3月初4要登票，即马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也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拢有去南投催票，因为这是赖清德接民进党主席了后的头一战，伊强调一定爱选赢。来到南投水里，副总统赖清德以党主席的身份，甲民进党立委补选参选人蔡培慧参拜寺庙，也甲乡亲行礼来拜托。前一天，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才拄到南投，赖清德第二天随到位，毋但比较意味真高，也是伊接掌党主席了后第一战，强调要来争取支持。像这款的补选，毋是政党中间的对抗啊。嘛无应该拍做口水战。蔡培慧总讲一句，就是有心要为南投争一口气。连续伫水里甲德山行透透，不少民众建议伊选总统赖清德也是无讲什么，全力来求蔡培慧声势。而蔡培慧表示，伊甲赖清德相关出身基层，更加使知影在地需求，也批评对手李明进伫做县长8年期间，南投建设拢无进步。如果李明进真认真，伊做立委做县长，早就会使甲大经病院来入来咱南投解决问题啊，早就会使来做科学园区啊。而这个国民党的立委补选参选人李明进，规工也伫基层行透透，对着民进党要动员反移党全力来辅选，伊是老神在在，强调8年的政绩会堪要考验，也要搁再得到选民的认同。蔡培慧他们动用国家的力量在辅选他我想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这个最重要的要有县民的认同这个才有用谁来都没有什么效果了。李明进讲表示，县民8年支持，一摆搁再来参选，有信心会再摕下这色，无需要动员大咖来加持，靠的就是长期的地方服务。南投补选这一战，民进党甲国民党拢有袂堪要输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缅甸发生军事政变，甲打已经2冬外，不仅有2000多人死亡，而且有超过300万人有落无厝。面对缅甸的军方伫年底讲要举办选举，咱台湾有10多个民间团体同齐召开记者会，呼吁社会爱继续关心缅甸的状况，除了爱继续做好人道救援，嘛唔通承认这场选举的正当性。2021年2月7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根据台湾成员缅甸联盟的统计，2冬以来有2000多人死亡，超过300万人有路无厝。今嘛军方准备年底举办选举，台湾人权促进会站出来呼吁，望社会配合联合国的立场，拒绝承认正当性。他没有实质控制的一个所谓的缅甸军方，他所要宣称举办的一场选举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就算接下来发生了所谓的这个选举的活动，我们国际上也不应该承认。所以，联合国的这一位缅甸的人权专家，他呼吁国际社会，我们应该要拒绝承认缅甸军方。
10外个民间团体向政府提出3项诉求，希望新任内阁会当保障伫台湾缅甸人的居留权。正式表示无承认缅甸军方，无承认选举。去年拄则互中国政府释放的人权推动人士李明德表示，海外的缅甸民间团体爱尽力协调人道救援，配合制裁。海外的缅甸人团体应该呼吁所在国的政府配合西方国家制裁缅甸军政府，应该要去关注外国所有迫害人权的事项，因为当我们在关注这些事情的时候，都可以提醒我们，人权跟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另外，台湾成员缅甸联盟嘛讲，东南亚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尼已经减少对缅甸的外交活动，望台湾民间企业嘛停止对缅甸军方的任何交流。记者麦上英张玉水台北报道。地方风上头来关心咱台湾，即马是进入高龄化社会，那社区内对时代对长辈关怀照顾嘛愈来愈受重视。林美东的歌手就有一个在地女性组成的歌乐团，因长期甲表演赚的钱欠落来买一只新车，而且关护这个社区的关怀中心，希望要来协助照顾老人。大力弄出响亮的歌声，这是屏东县高树乡的女性所组成的姊妹打击乐团，成立到今已经25年。因将世界表演得到的收入，拢欠来做公益基金。一届搁再捐一台送餐的长照服务车，送予当地关怀中心。在88水灾的时候捐了第一台给那个我们高速的消防队做他们的救护车，有感于我们陈院长他的爱心，他的辛苦，所以我们捐赠给他，让他也去发挥一个爱心的功德。高树乡的善导主院长期以来拢协助偏乡的弱势家庭，提供囡仔的辅导教育，甲关怀社区的老大人。姊妹打击乐团即届就捐一台新车。互善导主院去甲行动不便的老大人送饭菜，会当愈方便，减轻照护的负担。高速有很多老人家没有出现在关怀据点，我就很担心，所以我们都有去做现场访视。吃的部分是非常困难，尤其是生病的老人。那我是希望说，借由这部送餐车开始去巡回，去访视老人。如果急需要就医，这部车也可以送他去医院。即马有这台新的休旅车，除了上基本的到厝关怀甲送饭菜，老大人若有就医的需求，嘛有通好载因去病院。善导主院的院长陈文静表示感谢，伊嘛发心要来继续贡献。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伫2021年爆发本土疫情了后，民众的生活拢受影响，民众较无咧出门，加些活动嘛拢无办，流浪狗、流浪猫的认养率嘛降真济。为了要减轻收容的压力，高雄市政府即马是推出送养送到厝的方案，而且嘛甲保护动物的协会合作，训练流浪狗会当互因伫山区生活，互因伫山区会当斗相共果子农去顾果子园来守护农地。一声命令，流浪狗辛巴乖乖坐落来，工作人员提出肉干奖励。辛巴甲伊的18只同伴，经过外半年的稳定甲互相训练了后，会放送去高雄桃园的一个公园开始新生活。优点跟他们的梳子，可以让家园主人就是在梳的过程中，他们也可以跟他们培养感情。物主箱内底准备好杜萨姆预防心时通着药品。高雄山区公园定受到台湾高山仔等野生动物侵扰，保护动物协会甲高雄动保处为2021年底开始合作狗来户专案。协会经适合的流浪狗认养了后，送往山区由农户代养，搁定期提供饲料、药品等物资，解决农民的困扰，也减轻收容压力。目前已经成功为合适的公园送养约80只流浪狗，未来可能会更多到60只左右。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消耗得很快，对他们来讲也是一大帮助。那我们来讲，也希望这是每一只的狗狗，我们都不放弃它的生命，然后也让他们得到了它应有的福利。小只狗仔、大只狗仔伫收容区内底等待寄养，人仔顶也有介绍卡甲 QR code， 帮助民众了解流浪狗。2021年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民众唔敢出门，之前寄养活动比例延期，造成收容中心压力增加。为了替这狗仔找出路，动保处也搁推出专车送狗户的认养服务。
主动来媒合这个犬猫，然后亲自送到这个民众家里面去做饲养哦，14天的饲养期。那民众如果觉得 OK， 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现场办理这个认养。为了提高影响力，动保处也举办运动会音乐祭等活动，吸引民众接触流浪狗仔猫仔，宣导认养无弃养的观念，希望民众身体这块像家人同款陪伴伫身边的动物啦。记者综合报道。早起看世界，来关心伊朗的边界有一个想要争取独立的库德族的基地，因为伊朗伫国内，因的政府镇压头巾运动的力头出手，即嘛愈来愈重。为咗示威者，即嘛就走来遮，甚至有伊朗的女性加入兵团去做兵，因接受军事训练，目的就是想要争取自由。伊朗的无人机自杀炸弹攻击。对库德斯坦这游击队的成员来讲，已经是3天2天就会拄到的代志。但是最近攻击愈来愈频繁，因为即马伫遮唔但有库德族的游击队，嘛有伊朗政府想要掠的示威者。自从伊朗因为一个头巾无戴好势的库德族女性去互警察拍死，引起全国示威了后，有愈来愈多参加示威的人为着逃避警察的通缉，冒险为伊朗边境走来伊拉克的库德斯坦密起来。其中有带囡仔做伙逃难的少年翁仔某，嘛有互警察逮捕了后，红刑、互拍到要半死的库德族少年。We'll give refuge to people who were injured in the protests and take care of them here. 伫遮的走来库德斯坦，互游击队收留的人当中，上特别的是这2个伊朗的查某囡仔。今年25岁的大学生努尔，甲18岁的沙迪亚。因根本就唔是库德族的人，所决定要加入去库德族的查某兵军队。As a woman, I had no rights. I came here and they gave me a gun. Here I am a Peshmerga. I am here to defend the rights that I never had. 甲其他库德族的查某兵无共，努尔甲沙迪亚甲因的面往起来，因为的烦恼也阁留伫伊朗的亲人的安全。If they don't hand me over, they'll take my sister instead. I don't know what they would do to her if they took her. They would make her disappear. 事实上，2018年一出法国电影《太阳之女》，就是伫演库德族查某兵军队的故事。因逐工拢接受非常严格的军事训练。努尔甲沙迪亚希望家己嘛会当参像这库德族的女战士同款，为着争取自由甲独立，勇敢打拼。记者感恩编译。夏威夷近海的大礁发现一只观察头海翁的尸体，破腹了后发现讲海翁的胃内底有真侪鱼蠓仔甲塑胶鹿啊，这个人类的粪扫应该就是害死海翁的主要原因。已经死去的海翁遗体伫海旁边纳普纳丁，政府人员进入海中，甲伊绑锁啊，最后动用怪手，甲这个真大的遗体打捞上岸。夏威夷有名景点可爱岛近海的大礁，伫顶礼拜就发现这只重用约60吨、长17公尺的海翁遗体。研究人员对遗体做解剖了后，所发现这只海翁的胃塞真侪粪扫。So we're seeing at least 6 different types of nets, at least 2 different types of plastic bags. We have at least 6 hagfish traps, a light fixture protector, a float. So a number of items in the stomach of the sperm whale that really shouldn't be there. 因为海翁的体型真大，研究人员开15点钟做检查甲解剖，因为无法度完整检查员胃部状况，检判有可能有搁较侪粪扫踏着海翁正常食物件的管道，造成伊死亡。We just speculating, so we don't know if it was ingested over time or if it was ingested in one sort of fatal swoop. But we do think it's likely that it contributed to the death of the whale. 夏威夷伫 UNR 土地甲自然资源部表示，这只海翁的死亡就是塑胶粪扫威胁海洋生物的证据。特地发现有海翁、海猪、海龟也是海豹，和鱼蠓也是鱼线低调的。这个嘛是夏威夷海峡内底头一个海翁误食着废弃鱼具死亡的案例。科学家指出，全球每一档生产超过3200万吨的塑胶产品，其中有1/4最后会流入大海，加造海洋废弃物，嘛是海洋生态真大威胁。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玉。世界正心息，来关心音乐，唔但无国界，而且有治疗的效果，卖当使人快乐。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就专门替失智者办的一系列的古典音乐会，是无一寡唔通出声，也是爱守规矩的规定，因欢迎观众会当对咧唱，啊若想要徛起来跳嘛会用的。目的就是希望会当互失智患者找转来欣赏音乐上界单纯的快乐。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是古典音乐之都，每年爱乐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是全球音乐迷上爱。常来上演上悬水准演出的爱乐协会金色大厅，仅除了请正式服装的传统观众以外，也为另外制作群拍开大门。去年10月开始，为失智症患者打造一系列纪念品音乐会。无规定爱遵守传统的礼仪规范，也欢迎所有临时的临场的反应，互患者有单纯音乐欣赏的快乐。You can go in and out whenever you want. You can have an emotional reaction. You can talk. It can get louder in the audience without disturbing anybody. You can go to the bathroom whenever you want. 演奏会世界使看到真体贴的所在，座位甲座位中间放较快，方便轮椅来出入。1点钟的舒伯特、布拉姆斯、舒曼，也佫有年岁的曲目，更加简单轻快，也更加会触动大脑的记忆甲感动。Also auch da recherchiere ich, was war in der Jugendzeit der Menschen und was könnten sie kennen und was können wir dann gemeinsam singen. Dass man sagt, 1 Stunde ist eine gute Zeit, wo die Leute aufnahmefähig sind. Ja, Rollstuhl soll möglich sein. Und ja, generell, dass die Leute auch mitgehen können mit ihrem Körper, mittanzen oder mitsingen können. 主办单位讲，就算伫失智症末期，患者依然会使接受音乐，因为伊连接到大脑无共的所在。这一系列音乐会观众，真侪人伫失智进前拢是爱国人士，看到音乐再互音乐感动，听完了后心情更加快乐，更加感觉换到就是上大收获。即阵因已经规划新一季的演出，希望会使做好更加多失智的听友。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同齐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是20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8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大岛的温度10度至19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